各位午安吼。我其实有写过啦吼，但是看到姚主任吼有较歹势，因为几个当前我伫支那演讲的时，我有看过吼。落台时我讲你哪会看过？所以我今仔写。我其实有写啦吼，因为讲叫我讲2、3分钟，我普通也讲2、3分钟，我就一定爱准备嘛吼。歹势念出来看。我先讲一个吼，就是咱即个大选之夜吼，我含阮先生先去看即个郭文哲的场，伫凯道场，尾仔甲去即个棒球看一个吼，惊着啦吼，尾仔等伊困袂去，昨当然足欢喜的，当然足欢喜，尾仔但是若是袂落眠吼，我是感觉困袂落眠。主要是感觉咱未来足艰难的足困难的可能无定剩3冬半会当救台湾所以今仔因为困无饱啦所以精神较差所以我想我本来就是讲话较含慢虽然大家拢讲你伫大学教册应该怎讲话，其实我拢爱准备啦尤其伫外面演讲一定爱准备所以。今仔真会当来个遮领即个奖真正真感谢感谢即个主办单位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即个评审委员会我想有一个评审委员会来家己想的啦遮委员的即个肯定肯定甲毋甘弃嫌另外就是讲，虽然我伫台大，剩1分钟我1分钟嘛爱我讲，好，我尽量较紧讲就了我伫台大用为2008年开始用台语来教咱台湾史当然爱准备真食力但是我感觉这足有意义的这个课教5遍啦。佫甲拄仔讲佫得到即个校级的即个教学优良奖这是学生看起来学生是欢迎即款课，佫对即个教学内容有肯定啦但是我伫遮我定定去想啦，台大一年有16000门课一年我一门课啦佫加即个江文如教授江文如教授伊有顶会教好，剩偌久？看袂清啦，你迄写无清楚。佫加即个江教授即门课就是1/8000啦所以我是感觉咱还有足长的路爱行另外，甲拄仔讲即个台语的主流化我昨当然足欢喜的我是也袂困去啦昨结局差不多开票开到1站就开始感觉会当放心上无咱了有毋通想讲4冬咱爱想讲咱剩3冬半，3冬到3冬半会当奋斗因为未来我想愈困难就是但是咱讲这台语的主流化，我昨去听赖清德咱这个新咱这个当选的新总统伊去致辞的时这个选后的讲话时，伊完全无一句台语我是感觉有甲伫这个欢喜的这个心情内面这个情绪内面，我有感觉失望啦所以我是感觉咱台语的路真正要愈来愈困难，甲拄有讲嘛即马学校迄个幼稚园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是足少的啦有诶拢无嘛有上无1个2个所以咱免佫甲即个台语救倒来，尤其救倒来公共的场所会当用台语来讲话教册当然迄另外啦但是伫咱公共的场所，尤其咱台湾人上重要的场所的时，咱一定爱会当听到台语所以咱民间爱佫继续奋斗努力伫行台语即条路你我同行咱逐个做伙来拍拼，继续
努力。多谢大家，多谢。好。